當你推你人生嘅注碼，你壓呢一注出去嘅時候，你要預咗有機會輸嘅嚇，因為唔係贏就輸。好似黃興貴咁講，12碼唔係入就唔入噶啦，係嘛？買百家樂唔係贏就輸噶啦，即係都有個和嘅，咁但係你都會再買噶嘛，咁最終都係唔係贏就輸嘅。咁所以係要有膽量。好多人都係活喺一個咩嘅範疇啊？活喺一個叫不足出發嘅範疇，活喺怕輸嘅範疇。其實我人生係活喺一個完全係我想要嘅範疇。我想話俾大家知，夠膽。當你輸咗嘅時候，你會輸啲咩啊？輸面子，輸好多嘢，輸辛苦，跟住之後可能你會輸你人際關係，有機會輸啊。可能你壓呢注出去嘅時候，我要做呢壇生意，我要搲爛塊面，我要去感染啲人支持我，我要去揾員工。而家市價係2萬蚊請個會計嘅，我生意啱啱起步，我同你講8000蚊制唔制？我公司1年之後彈起咗，我俾翻3萬你。呢個唔係面子咩？係㗎，實做得起㗎。做唔起之後，嗰個你識嘅朋友，你會得失佢喎，可能你會冇面喎，你會好難接受。不過我想話俾你知，呢啲都係你人生嘅注碼，最緊要夠膽推。